从呀朋友行到路后，你可能会看到懂讲的东西很漂亮的东西，或者是懂特别的东西很特别的东西。不过呀朋友，你的朋友某天某看到，不一定没看到啊。这时候你做点问题，朋友们问，然后了，你有看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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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他没看到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讲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。现在我们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，你有看到吗？女儿啊，你一个人在这边看天空，看天空，有什么东西呀？有一只雕很大的鸟，是一只幽婆老鹰。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我没看到啊，我没有看到啊。不过虽然我没有看到幽婆老鹰，不过我看到那边有无笔的麻雀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！幽婆飞走了啦！啊？哦，没看到，很可惜耶。奇怪，幽婆不是应该出现在山荡峰山上吗？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啊？我在想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幽婆她迷路了，所以她要找回家的路。哦，也有可能。不过虽然我没有看到幽婆老鹰，不过我看到了无笔的麻雀，还有看到，你看，用鸭的蝴蝶。真的呀？复习时间。鸟，雕的，老鹰，幽婆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麻雀，无笔的，山顶，山荡峰，行真耶客家 V&B， 分享客家，听下嚟講客家吧。